来看高雄这南马溪客庄路边啊，两边呢拢是种真侪树啊，发甲3、4楼悬。不过，着民众反映讲，发甲遮悬的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。这公园处最近就派人去遐修剪，想袂到呢，甲这规丛树啊增加光溜溜。这环保团体就质疑讲咧，安尼生乱剪树啊是会着病。不过，公园处表示讲，修剪树啊的作业拢有符合规范。高雄市公园处的工作人员坐吊车去修剪树轨，因为有民众反映，南马溪客庄路两边规排的路树树过头悬，爱公园处来修剪。不过，这款坐头式的剪轨做法，现在是引起环团的不满。环团表示，这款做法不是正办，那树啊会搞着病，以后发出来新话嘛袂用，呼吁市府爱赶紧停止错误的做法。断头修剪之后，新长这边烂一个洞，新长的枝条脆弱、丛生、杂乱、丑陋。这是无法复原的，不是我剪的话还会长出来，它永远没办法复原了。这个破坏是永久性的。依据高雄市景观树木修剪作业规范，进行疏枝及降高修剪，并针对树木修剪伤口涂药，避免感染，以保障树木健康及民众居住安全及品质。公园处表示，因为有的树轨已经影响到客家的日常生活，进前风台嘛捌互风扇断去地海边的栏杆，这2天才开始派人修剪，要甲大局60丛上过头悬的树啊对头错掉。附近民众嘛拢认同，甚至佫认为爱定期修剪才会安全。迄边遐有缀着车。啊，所以你感觉讲这树爱固定修剪就对啊？毋是修剪尔，修较低，较袂危，台风来较袂危险。民众看重自身的安全，公园处是顺便期来做。不过，环团表示，这款大树会当小可剪过，无适合坐头式的修剪。已经有大约40丛30年以上的树啊，红错头。毋望市府改变做法。对此，公园处表示，一切依法办理，所有作业拢符合规定。记者邝亚如、柯兆勇高雄场报道。